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开始呢，来开个记者会，甲咱讲，大洲有超过1000外例的天狗节。天狗节实在讲罕个得死人，但是即马全台湾4000例，尤其南部疫情大考验。过去嘛有新北市大出票，但是今仔日咱来好好讨论天狗节到底要安怎，互大家来保平安。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咱台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的這研究所教授陳小喜。逢年好，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是咱台大昆蟲系名譽教授許念德。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前衛生署副署長以及台北仁濟病院家醫科醫師李良庭。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是金健福總經理洪素卿。主持人好，大家好。首先呢，咱来真關心講到底，實在講，咱頭拄仔攏知影講天狗節真罕個得死人啦吼。地書令吼，到底陳老師，咱來看講，這嚴重是嚴重佇倒位，還是啥物意思啊呢？其實即個迄個天狗熱吼，佇全世界其實足嚴重。這最主要原因嘛是甲迄個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相關關係。哦。其實等下其實史教授可能嘛會講，就是講蠓仔的生態已經改變。吼，我互大家一個數字，大家唔好驚到。巴西自即屆迄個天狗熱，一禮拜有18萬 case。18萬？因為阮其實最近一直甲台南咧大家咧關心這個代志。吼，對台灣來講，台灣雖然這波有流行，吼，毋過全世界佇巴西、佇印度孟加拉，吼，這攏是迄個個案，吼，攏超過足濟。新加坡嘛無例外，吼，所以大家攏走袂去。哦，因為這就是蠓仔其實已經改變。是新加坡啊，真嚴重。真嚴重。其實世界即屆因為全球暖化、極端氣候了後，足嚴重。哦，因為等下咱來講伊這像咱台南即屆受甲真艱苦，是因為迄個極端氣候，伊這溫度雨量攏會影響。哦，所以這第一個我是先甲大家講，全世界即個問題，大家若無重視，其實蠓仔就代表咱今仔日氣候變遷的一個敏感性指標。哦，所以這個代志非常嚴重，而且第二個嚴重，是安怎這麼嚴重？因為你剛才主持人嘛講，天狗熱本來大家想啊，對感冒共款，看看就好去啊，吼大家，但是唔好輕忽。阮台大金傳孫教授佇2004年都有做過出血性休克症，吼，佇最近咱看到孟加拉，吼，你看印度甲這個巴西，這個登革熱4型。傳來傳去，台灣即擺最主要嘛是第一型，啊，這個型若無共，再感染就容易產生輸血性休克，哦，啊，這就會容易致病，哦，那所以這就是講，啊，而且對一寡較脆弱族群的，哦，比如講，我嘛有研究過，就是較老的糖尿病這種高危險群，哦，這種攏容易慢性病症啊，對的時陣，佮就甲咱 COVID-19 感染其實攏有共款啦，所以這就是主持人講，其實這個登革熱對台灣來講，我必須甲朋友講，台灣這個其實是小巫見大巫哦，哦，你講我頭人口比例起來，咱是算嚴重嗎？咱其實佇這個無算上嚴重，我頭拄已經甲你講這幾個國家，你看今仔日連法國。以前這種國家哪有可能有天狗熱？法國攏出現啊，而且嘛有本土病例啊，英國這攏出現啊，所以連這個蠓仔的生態攏走去到遐啊，所以這個物件咱不得不重視啦吼。所以今仔日這個登革熱是安怎？全世界像阮做傳染病專家，阮會徛在國際的觀點看這個代志，所以台灣一定佇這屆雖然大家真辛苦，唔通互伊變做甲新加坡同款，變做地方病。甲即馬台灣雖然有天狗熱，雖然咱過去佇台灣原來有發生過足濟1萬個 case 以上的，但是咱也毋是算過地方流行的國家的
登革热。你看咱 SARS、COVID-19 来时，咱拢无登革热嘛。算长紧去。对，但是你伫其他的国家，包括新加坡拢有，哦，所以这就是咱今仔日咱来坚守。一旦若变做地方病，网仔的专家甲咱讲，这个物件可能就真歹长紧啊。真歹长紧。所以咱会当哦，头一个咱观众朋友来讲，毋是讲哦，着天到一个所在，迄个卫生较歹，无一定。吼，有的国家有的安全情形，甲气候变迁，咱看到最新的数字吼，本土病例吼4338例啦，啊，全国性吼，今仔日累积有19例的重症哦，所以咱要来问咱李院长吼，啊，然后6例死亡病症，啊，60岁以上的病例38%呢，所以厝里有4大人的吼。啊，是像阮这强要8到60个，啊，就要注意哦。首先呢，要来请教就是齐老师吼。齐老师，你确定这三个这是啥物？你互咱小小解一下，这个观众朋友看者。你记掉就好，伊镜头好掠。嗯，嘿，我再介绍一下，咱即马传染登革热哈，是埃及斑纹甲白线斑纹啦。哦，埃及斑纹甲白线斑纹哈，很容易辨识，就。白线斑纹的北部吼，就普遍的，是海拔1000公尺以下，1000公，哎，以下的就有哈。咱即摆看伊卵吼，伊伫放卵的时候，拢放伫水顶头，毋是放在水内底，水面顶头，迄壁，瓶罐的壁上，啊，伊就袂浮出来，但是有水淹着，伊就会浮出来。所以咱即摆。宣导的时吼，就爱讲循道清刷，是安怎爱顺？爱撸，安怎爱撸这卵伫顶头，上好迄个容器。哦，迄一抓迄就是卵哦。卵哈。哎呦，快个高贵啊山。几落万只卵伫遮啦。一万只。几落万只。哇！所以若落雨，也是伫压水吼，淹过吼，伊就变决绝放啊期。迄个收来收去啊。收来收去。啊，以前吼大概爱2礼拜吼，才会变棒，变做棒，对海。才变有棒啊！从海军变做空军嘛。啊，即马天气较热吼，差不多6天就会变棒。哇，这个气候变迁呐。气候变迁，啊，这个棒的密度就悬啦，繁殖率嘛增强啊，啊，这个棒就会坐起来。咱即马讲埃及斑纹跟白线斑纹传染的，那登革热，哦，还有什么屈公病，哦，屈公病嘿。啊，过另外一个第发射流行的叫什么？热。李卡也是，李卡也是。哦，吉卡迄第发射哈，超过100万人得。啊，得怀孕的妇女哈，生出来囡仔。水质。伊头壳变较细。因为小脑症，伊主要这病毒会影响到神经系统，啊，变成脑就是主要的神经系统啊，变成小脑症。以后这囡仔大起来，对社会有啥物影响吼？即嘛也无知影。所以咱爱做蚊的预防呢，真重要就是除了登革热以外，还有兹卡病毒，还有屈公病哈。啊，咱来控制了这。蚊吼，这问题拢无啊。但是你若有蚊吼，有病人罹染吼，就会传染。以前吼对付蚊传染疾病吼，台湾防治最成功的马拉利亚吼，以前吼一年差不多100万人得马拉利亚，爱死1-2万人。啊，咱政府全力消灭这绝种啊，血丝虫病嘛是蚊子传哈。但是这两种拢有药通医。所以咱用药啊去抬死这寄生虫、哦疟原虫，还是血丝虫，这就会防治啊。另外脑炎，日本脑炎有疫苗，这种就好控制。啊，这登革热、兹卡病毒没有疫苗。这小咱要来请教2位吼，医学专家，现在还佫无疫苗安尼。这种镜头在，不过因为这病毒吼有变种，还有4种的。咱讲血清型啊，血清型无共款，所以你发展的疫苗较困难，互相之间还有这个冲突，所以讲咱的上好做的最容易做的就是控制这帮，
哦，控制棒，咱如那无这集水容器瓶瓶罐罐，还是这积水的所在拢控制好，就无放啊。啊，无放有病人入来嘛，伊就变无放啊，变无放。教授，你头仔讲，咱头仔开讲，你讲这个网啊吼，这个网啊软，伊即马打，但是水若注落去，伊有头仔打槽打偌久，啊水注落去，佫头仔活起来。半年内底吼，迄打这网软拢袂死。半年哦。会拖个半年。当什么时阵有水来吼，伊就会浮出来啊。浮出来10天，还是较寒的是20天，伊就。像即马风太过。即马风太过6天就变网啊。哦。哇，所以网啊软会当放半冬。放半冬也袂死。哇，这真正网的生态，咱小可好来请教吼。所以要请教咱议长吼，议长，他昨陈老师也讲着。即马全世界拢在大流行，但是咱一般的民众吼，对着天高这食材吼，像我细汉时，敢知影讲这长骨热啦，讲骨头啦，哦，足酸痛的啦。啊，有新的发展无？啊是什么有出货，啊无出货，啊是安怎咱的同情的病例，咱台湾遮济38%。首先来讲，这个六码定调了，差不多平均是3至14天就会发生这个镜头。哦，啊，但平常说4到7天啦，4天至7天较多啦。但是呢，8成左右拢无镜头。哦，上惊就是惊这，因为无镜头，啊，所以网仔来定，啊个传染到第二个，伊拢唔知影。哦，啊，佮无镜头。嘿，8成差不多左右拢无镜头。所以我有可能咱在座的人拢是万恶嘅罪魁。所以有当时啊，伫问诊哦，即几工拄着做者发烧问来问去啊，看起来敢成敢若无成，啊，毋过有人无烧的人去抽血，发现讲有，伊的 IgM 就是急性的发病迄个抗体哦，就上升哦 ，IgG 较袂准啦 ，IgM 较准吼，这个看会出来。啊，第二个就是讲，拄我咧讲迄个镜头吼。那较初期，咱讲急性期，哦，急性期就发烧啦，骨头酸痛啊，头壳痛，迄急性期。过来第二个是会进入迄个极端的迄个急期，迄就是你拄讲的，有当时啊发生休克还是发生出血迄种的迄拢伫这个所在发生，但是比例足少的。出血的所在是问血，还是讲对肝？一般是。网啊定着了吼，迄病毒会经过咱的迄个树枝状的迄个细胞吼，按照南汉氏细胞，入去了吼，伊个传递迄个淋巴腺的边遐个细胞，再入去单核球、迄白血球、单核球还是吞噬球，迄白血球内底，然后再出来发生迄个复制了吼。一只变几啊只迄个病毒安尼吼，几啊万只、几啊10万只病毒出来，然后发现说有一寡迄个细胞素，还是讲迄个干扰素产生，才引起着咱的血管发炎，血管的通透性会增加，通透性的增加了，咱的迄个第一寡蛋白质啊物件会走入微血管外口，所以拄仔迄讲的急性期了变急期了，伊就会变。一寡水也是一寡蛋白质走去细胞外口，伊会感觉水肿。细胞内底，咱的血管内底迄个水流量就较少，引起休克，引起出血，这是迄咱讲急期。急期过按照较少人会发生急期，第三就变迄个恢复期，恢复期才有2天，有当时1礼拜，伊就慢慢伊迄个出血所在，伊个吸收倒转去，慢慢镜头慢慢背起安尼。哦，所以大出血是迄个机制是真复杂吧？但是大部分一般的人应该是大出血情形是较少。足少，迄1000个差不多1、2个啦。但是咱即摆老人60岁以上，袂使讲老人哈。你那嘛会啦，60岁以上的人真侪38%吼。就我问数据吼，在你过去采访这20-30年的这镜头，我会记敢若新北市过去后大发生过，即摆嘛是。这摆是因为他都陈老师讲是气候变迁，迄摆咧新北市是安怎什么情形？其实
迄届新北市应该嘛是讲，咱若敢看今年的情形吼，之前有2例，咱拢感觉讲啊，迄是因为因之前有去台南佚佗，啊可能嘿，啊你啊台南已经是较侪人得天狗日的所在，所以你去遐佚佗，你可能唔知影当时去用订，去用网啊订了，啊你转来嘛，啊之前2例是找有，可是到后壁无啊，已经因嘛无出国去耍嘛，啊伊嘛无去台南嘛，啊所以咱会想讲，是毋是有可能是甲咱陈老师拄仔咧讲，因为即马阵啊，咱全球吼，伊天狗日的真严重，啊我今仔去泰国耍，我去马来西亚耍，我去新加坡耍，我转来我可能无啥物感觉，无一定你其实有互伊定着，无一定你嘛是一个无症状的人嘛，所以你伊厝边无一定嘛有即个问题，所以进前嘛是安尼，可是我感觉咱爱看是讲是安那台南，因为你拄仔讲感觉天狗日较少有这个死亡的案例，可是其实你也想讲2005年迄当，我会记你迄当其实4万的人，4万台南甲高雄加起来4万的人，4万人着，我迄届咱的死亡案例超过200例。所以其实是算济啊。嘿哦，所以你来想看卖，其实伊无少哦，所以免讲伊袂发生死亡的风险，伊嘛是有的，所以这嘛是咱即摆要注意的所在。啊，而且因为咱伫北部以前拢想吼靠势嘛，讲哎哟，你嘛知迄帮吼，迄帮啊，尤其迄细只迄安琪班文，讲伊袂飞过迄北回规线。啊，阮就是讲啊，怎啊除非伊这个高铁嘛，无迄个袂来啊，啊袂来就讲北部甲迄白线斑纹嘛。啊，拄啊甲徐尔迄个教授问讲，白线斑纹感觉较戆直，顶一届顶800就走啊嘛，啊伊你外口较济买，但咱厝内嘛，所以比起来，咱以前一定感觉讲，是毋是讲北部较袂有？啊嘛，我即摆来讲是，毋是袂有，是伊也要探，无感觉无南无探较紧，较无较简单，因为伊的病媒纹无共款，特色无共款，所以咱。你讲新北有，可是新北看起来，伊就是搁严重，可能嘛是比南部来防守来讲，伊较无遐困难。是，但是呢，就这个观点来看吼，咱头也知影讲，这个网啊，尤其是白线的甲这个埃及的，咱拢掠做讲，是因为较无较垃圾啊。咱掠做讲，天狗就是较垃圾的所在，较会来钓。其实这个观念是唔对的咯。系啊，因为你进前你知影是讲我讲用新加坡好啊，新加坡咱毋是讲哦去到遐连步口香糖嘛袂使，免乱丢垃圾，啊袂做清气，啊毋是共款严重甲呢，而且伊嘛犯了足重的呢。我会记迄当阵去新加坡耍啊，因咧客车司机就咧讲啊，讲你用检举嘛，就是讲因有这什么。无清气啊，还是因可能厝可能是病媒蚊滋生的所在，这种检举罚钱拢罚得足重的啊。嘛是照常，嘛是照常比咱严重济啊呢，因咧病咧不咱这样济。可是所以讲吼，咱来想就是，其实一个拄老师讲一个重点了，咱地球吼愈来愈暖化了哦，啊这个网甲以前这样无共款。拄啊徐尔烈老师在讲啊，咱台湾虽然还未看到埃及斑纹飞过北回归线，可是美国有呢。美国网已经飞过啊！对，对呢。陈老师，美国想做有迄个埃及斑纹，不啊，网啊，抓赶快。你看，我们讲鸟类嘛，鸟类当飞外远18000公里，搁飞回来。所以我们不要忽视动物生态里面这种人畜共通啊，节肢动物这种蚊虫，伊的传播伊有足侪管道哦。哦，所以老师的意思是可能定，炸去，这鸟啊炸去。对，啊，你看英国的虎蚊，即嘛感觉讲伊嘛会当传染这些传染病啊。虎蚊以前来讲，大家嘛感觉讲无遐尼歹啊。吼，这个徐老师他们都你要读因的报告，用这种昆虫学教授已经甲恁讲这就是讲，所以我头拄一直讲人类一定要摕这个昆虫来。反映咱的气温变化的敏感指标。我即摆是摕这咧看这个所谓的 One Health， 就是宇宙健康的这个观点来看这地球。已经唔是地球健康啊，对，已经是健康啊。哦啊，所以这个头拄啊，硕卿咧讲这，我是一直讲，其实这个台南是安怎？你看吼，大家拢咧问啊，2015年咱有遮侪 case，突然间。
怎拢无去哦？你COVID-19 已经都无去啊，啊，毋是讲 COVID-19 来啊，COVID-19 更较无。因是咧掠高铁啊。啊，境外一路 COVID-19 嘛拢无哦，咱台湾拢无。但是我爱甲观众朋友讲，3月的时阵，其实咱的境外一路已经咧增加。只是咱迄当阵，咱大家拢一直顾 COVID-19， 咱无注意到。无咧注意到这。对啊，因为高雄甲台南，高雄甲台北的机场，其实对 COVID-19 的境外的迄个管控有一点仔无共，因为高雄曾经有丢过，所以因几乎足严格的，是有登革热入来的国家，伊拢甲做检测。但是咱伫台北这边，咱无法度安尼做，因为迄机场的能量刚才无法度，所以咱敢若有法度用发烧筛检。发烧筛检就是伊的功能，就是其实伊有两个，一个就是登革热，一个就是叫做徐教授讲的气功病。啊，气功病其实发烧嘛是足重要的，但是咱的发烧会当侦测的登革热的机场，敢若一半尔。所以这头拄啊，这个李院长咧讲的，就是讲。迄一半的人入来，若无症状，吼，啊，嘛真麻烦。白线斑纹伫北部你也甲定着，而且白线斑纹甲埃及斑纹，其实昆虫专，你甲昆虫是怎学，伊咧定咱的花速度甲时间是无共的哦，食到饱为止，哦，白线。一白线是食到饱，食到饱。你个拍是就要食到饱。埃及就较无迄落花，即啊，即届伫南部民众嘛，迄个开始因拢咧讲啊，讲其实。我嘛甲徐教授报告，其实大家拢感觉拢是埃及斑纹无啊，伊即届白线有增加的趋势，趋势。所以即届就是为虾米大家一直咧问讲是安怎台南即届那其实有一点仔改变哦。咱以前拢感觉拢是大部分拢埃及白，伫南部拢是埃及白线，但是已经咧改变，即网啊已经咧改变，就跟咱所先讲。所以即个问题就是，互咱想到讲，我们今仔日。咱咧做这个全球卫生防治的时阵，咱来想到从温度雨量开始想，一直甲想到今仔日看到这个，所以你基本上拢用这个诱卵酮去甲诱导，迄个布氏指数啊，吼，啊个迄个加护指数，迄咱拢有规套拢有咧做哦。这种的无比你监督这个卵袂使互伊浮起来，嘿，你发起来你就无法度，啊这拄着水遇水则发。哇！所以你看嘛，所以是安怎伊即个台南那是遮尔严重？因为本来来到7月的时候已经，头拄啊徐老师讲，喷药啊已经喷到知青衍生菌，喷药已经落来哦。但是台风过来，哇，水搁入来，搁补起来。因为所以因为这种温度雨量的因素影响最大，所以你来去台南看，最近你去看有差不多7月底到8月初，伊吼拄啊开始。清晨的时阵落雨啦，啊来到白天的时阵高温都要浮起来，安尼你想这种要安怎喷药啊，就困难的呀。所以这个就是防治上面非常困难的。他话讲，所以我们才说哈，后来我们就才说啊，咱可能要做减害，袂当干一直想讲要甲根除。完全禁止。以现阶段实在是真困难。你看，搁连续搁2个台，搁1个台风伫后边，所以这个气候哈。对。啊，徐老师，若要像陈老师他讲咯，要完全控制已经在即摆这个条件无啥有可能。啊，要减害你，比如讲咱处理会当用啦，但是一般的公共场所，咱真安尼落去路啊、创啥啊，咱要做啥物工课，是敢若喷药啊，头陈老师也讲啊，就是透早就落雨，暗时啊，这暗头啊落雨，啊要喷药啊，啊佫有其他什么方式吗？从根本来讲，哈，咱根本来讲，就滋生源爱甲清掉，滋生源就咱讲的瓶罐哈，这个积水的所在。那全民有一个共识，才有法度。你讲台南来讲，家家户户拢爱绿化，拢种一寡万年青啊，插一寡花啊，或是拢会晒干呐，这起水就棒啊。就变成一个传染上重要的物件。来源。以前吼，你水沟内底，阮拢来讲，莫差别，水沟内底无埃及斑纹、白线斑纹。哦，水沟内底变哦。以前，做迄污水下水道以前吼，迄沟内底吼，拢是普通家纹，一般的蚊啊，无埃及斑纹。
无爱。哦，一般的加文啊。即马水拢足清啊，足清啊。那2000年开始啊，高压最重要诶，高压内底吼爱有积水的高啊。哦，小等，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因为过去的水高啊，伤到就垃圾的，所以干那加文。啊，这个埃及斑纹甲这个白线是无法度，因爱清水，爱清水，以前啊沙文水啊、变色水啊，什么迄污水，这白线斑纹、埃及斑纹无法度。啊，这挑工咧，甲咱人类创甜呢。所以对啊，所以即摆防治较困难，就是高压嘛爱从，啊高压四季拢是高压，来好这观念吼，这高压爱好大，袂使讲水存在内底。足侪高啊，拢有水滴的啊。水高爱好大，迄是要安怎用？就是爱好流啊，爱流动。有流动，流动迄解决就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若无就爱用药啊。爱喷药啊？杀就话杀幼虫剂啊。哦。杀成虫甲幼虫无共款啊，成虫大部分拢是神经毒啦，对人嘛是无足好个。那讲杀幼虫哈，拢是对人较无毒，所以爱杀幼虫，爱用杀幼虫剂；杀成虫爱用杀成虫剂。即马市面上还是讲恁医学还是讲工位顶头，敢有种就一粒药啊弹落去，就当啊头的这种物件？有足侪种。有得买吗？有得买，足侪种。老师会当甲咱讲啊，互观众朋友知讲药房头买。有机磷杀虫剂，大家听到有机磷拢足多的，但是阮迄亚培松哈就无多。亚培松，啊，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哈，正水内底嘛使讲，咱台湾咱无放啊，在东南亚还是非洲哈，迄井水内倒，井水里面嘛个淡落去，井水的饮用水啊，啊人会啉啊，啉的，但是咱台湾讲嘛是讲滋生源才去讲，哦，所以去药房买着亚培松，亚培松，还是讲百利普芬，一个敢若荷尔蒙共款，百利普芬，迄网仔饲袂变网，你变网真正死去。伊是活的，但是袂变网。伊活也佫活掉，但是伊袂变网。伊也是控制的是变态，互伊袂变。哦，变到敢若囡仔仙啊呢？囡仔仙对。变囡仔仙，袂长大啦。还是讲昆虫的表皮跟咱人无共款，有基丁质。你蜕皮了后，出来爱有新的基丁质，若无新的基丁质，伊就袂活去。啊，迄药啊对咱人无害啊，对咱人无关系。但是你可能是袂马上看到迄帮仔去死去，但是蜕皮的时就死去啊。哦。嘛微生物杀帮啊叫苏利菌，迄个微生物啊苏利菌，苏利菌干来这杀蚊杀蚊子而已。对别项的物件拢袂歹。咱咧做迄个生态培养的时阵，咧做迄个比如讲我咧种迄个种树啊、种草啊，嘛用苏利菌啊。无共款。迄无共款。农业的苏利菌还是杀只毛毛虫。哈对。啊是咱卫生用的是干那杀蚊仔囝。哦，所以无共款。无共款。但是去药房你甲购买时，苏利菌、亚培松。亚培松，但是你爱讲的爱杀蚊子，头毛啊，头毛啊，头毛啊，毛啊两个啦，爱种以色列品系，佫爱鸡苗以色列才有效，别项的拢无效，但是这对人嘛无害，对别动物拢无害，所以咱像杀幼虫的时吼，就用杀幼虫剂，袂使讲杀成虫剂来杀幼虫，嘛是幼虫嘛是会死啊，但是较容易产生抗药性。哦，所以大家爱知吼，爱买药啊，你若厝的一定要爱准水啊，创啥？你个可能但是上好是莫啉啦吼，上好是莫啉啦。哦，李院长吼，我甲请教，咱这个天高症吼，啊，佫有头段陈老师也讲到其他的病吼，曲江病啦，还是讲黄热病啦，这其中的这个差别在哪里？还是讲看起来就知影讲会带起来安怎？咱如何要来判断？譬如讲，阮囝伊个感冒啊，看起来个发烧，但是爱流鼻，这敢是天高热？迄做歹分别的，因为迄个天高热的病毒嘛是 RNA 病毒啦，伊 COVID-19 嘛是 RNA 病毒，
真侪感冒的病毒嘛是安尼。所以上好还是切花。所以对啦，唯一的方法是干切花开迄落尔。我讲的差不多真多数拢是无尽头嘛，所以你要去防治真难。我两位老师拢讲过啊，你若无水就无网嘛，无网就无天口热嘛。所以23当前，台北县的专案所馆长，你做馆长专案，我做卫生局局长嘛，发生天口热嘛。伊就随问我讲，你有办法无？我讲有啊，你敢要听我讲？伊讲好啊，我讲互你听吼。我计划书拢写好啊，规部拢写好啊。你做总指挥，馆长做总指挥，29乡镇的乡镇市长拢是做副总指挥。民政局要做啥代志？环保局要做什么代志？迄个建设局所有的空污拢要吹出来，空污内底有积水的所在，拢要去吹出来，爱去创好势。人力要对来，也可以找编译局，变过来斗三工。所以会记你台北县的县民，你会记你23当前有一天转一天，迄天全县大扫除。看到阿兵哥拢走出来。全县大扫除，每一个乡镇无一个走过，拢共一天。所以要共一天，互伊有地走。苏馆长无讲，讲来讲去，今日卫生局无代志。我讲唔对，卫生局停止休假，每一个人拢要出去外口调查，并没有指示。就是拄陈老师讲的布氏指数，你若超过2级警戒，超过5级，马上发布迄个里长的名。里长头骂我要死啊！你要害我袂当算，害我袂当算。我讲你要害死老百姓，还是要害死你较好？当然，你若叫人大家去扫扫的，拖甲扫扫的，所有的有井水的所在，拢倒有工搭就好啊。拄啊，咱徐教授讲过，流水唔惊嘛，是惊井水尔嘛。井水你挂看无好势，你就紧着倒有搭就好啊嘛。所以你叫你的村民里面拼命扫拼命清。主人都无网啊，无网你不是指数袂会高于2啊，你就免惊对无？所以你就大人听有啊。所以阮停止休假，每一个人拢去每一个里、每一个村去调查这个病名指数。所以2礼拜后，全台北县都无第2个登革热啊。共一天行动啦，共一天照效。所以就那照公卫的系统来看，陈老师你认为讲？我小人要请教就是讲，毋就说规台湾，大家拢同时间，大家拢来拍网，大家拢来处理倒水创啥安尼，这咱台湾敢有法度啊？做起，你新加坡都无法度啊咧。假使讲咱若正刚安尼做，问题是我拄仔咧讲的，就是讲。咱若全球的疫情拢遮尔严重，嘛是阁有人会入来。除非你嘛讲我伫台北，我每一个人拢验，我哪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这是，总大家拢大饼扫好啦，咱定一天大家大饼扫啦，然后爱顺的、爱清的、爱倒、爱卤的，拢来卤的清清气气。有可能会较卖较严重，还较卖严重一段时间。可是咱这境外一路你无办法完全拢无嘛，所以这嘛是一个问题啦。可是我拄啊做好奇，老师，一六你讲迄布氏指数，我一直想讲，恁是出去掠网讲偌久掠几只算遮严重还是啥？还是恁有一个陷阱还是啥？无，布氏指数是你讲你调查这几户内底，因有容器，容器内底看内底有结节，只要有结节就算一个有了，来算看你调查几个迄个容器，拢有几个迄个阳性的，来除起来，然后再乘以100。是算讲内底有水市的有算了几户啊？那是，咱这个华语叫做布氏指数。对。台语叫做布氏指数。这布氏指数啊，到偌济才算作是危险？5级以上就算讲真有高危险发生登革热。5级以上是什么概念啊？齐老师？网足济，这本来是中南美洲对付黄热病用的，因为黄热病一阵拢是部落嘛一间厝拢差不多共款，水桶啊嘛是饲牛啊饲拢差不多拢差不多共款，
啊，即马咱的厝足复杂，你真歹定义吼，一厝是啥物意思？一个公寓足侪间房间诶，啊算一间算一户，还是规个算一户？所以这内底嘛有困难，但是困难嘛是一个方法。所以咱即马真嘛是通用，调查100户有几个阳性容器，把它定义成布氏指数。然后呢，根据其他的参考指数分级，1、2、3、4、5、6、7级。那2级以上哈，就是要进行预备防治；5级哈要彻底的防治，包括喷药在内。最重要应该是2级2级开始爱注意啊。就这个概念嘛，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当然是。其实哦，这个他都话这个李院长讲的这吼，拢是咱做这病媒蚊的这调查，刚刚徐教授讲的，要知影蚊仔的密度吼，但是。头拄啊，徐教授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指数是经过足侪国家演化来，啊，慢慢这个指数吼，阮的经验啦，吼，慢慢即马因开始无用这个指数，这个指数是一个参考。我头拄一直讲这个，变迁也无共款，是因为这个你若要直接看，就要看这个幼卵的，所以因即马拢放12桶伫遐，12桶内底若超过3桶，哇，啊，就表示迄。迄个病媒蚊，迄个登革热病例就一定起哩，哦，所以伊这比头拄啊徐教授讲，因为吼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所在的家户，我甲你讲，今天除了积水之外，市场台湾的传统市场，这拢是足困难的。传统市场你去看，伊迄吼物件底下骹，头拄啊徐教授讲，伊这帮啊拢像啊定迄阴暗的所在，你甲规个起起来，哇，翘起来规啊，迄种物件，你要用积水，还是要用这个来定义它，非常困难。吼，所以新加坡是安怎？今日大家头拄啊，苏清讲的就好，讲奇怪，因着足清气的是安怎？咱唔通袂记，新加坡有移工，伊的移工环境，因为这个登革热就足困难的讲，除了这个气候因素之外，伫这个你看咱赤道型的国家亚热带拢会着，但是佫有一个条件就是讲。你的物件毋是讲无清气，你的物件你若囤积，啊有积水积，啊你就起来。啊你敢想讲，阮伫台南发现过一个足有趣的2015年，只要在都会跟迄个郊区交界的所在，拢特别容易发生登革热迄个。啊是安怎？啊这都是因为你开始要起厝嘛。啊，起厝迄会晓啊，会晓嘛，啊，就迄个工地拢无人去对起无对，这种拢属于非常困难，会容易积水，会容易有很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伫都市发展过程中，咱来去注意，就是讲，伊这个蚊仔对我刚才徐教授讲的，这蚊仔嘛真有品味呢，不是讲哦，不是讲你臭搞水伊就要爱呢，你所以它这个东西就是收起来是真高困的所以伊是想要跟人类做朋友，但是伊无想到讲伊带给咱的人类登革热，啊，本来是讲敢若拢无有症状，然后李院长讲，但是你若错过迄个黄金时期的治疗，像孟加拉即马就是安尼，伊都无医生来看。啊，有当时啊，伊是一个支持性治疗就会使啊。你看咱去诊吊一个，有当时啊吊一个大肠啊就好啊嘛。无代志就支持性，但是伊都连这都无的时阵，死足侪人。最近你看孟加拉死足侪人。连万金油都无啦，都医疗能力无够，所以迄个急性期你若错过，有当时啊真的就会要人命啊。所以刚才素君也提到一个，有些时候你如果太延迟治疗，大家不要忽视。哦，刚才李院长提到那几个症状，所以说你别使个当作感冒。哦，啊去食阿司匹林，哇，伊出血，你个阿司匹林搁食了，你怎么翘去？就所以有当时啊，你爱紧去就医嘛，啊，但是你有当你就医你延迟，所以登革热这个物件，他都要李院长跟这个许教授，包括苏青都有提到，咱社区总动员啊，这个观念啊，其实院长甲迄个过去行政院长苏贞昌讲的话就是，登革热是唯一传染病内底最需要社区总动员。因为你的社区总动员代表的讲，你民众对于这登革热认知不够，卫教不够，伊的卫生局人去做，不是干那去做病媒蚊指数，伊要去做卫教呢。这个卫教爱苦口婆心，因为你要甲弄厝的，你会甲你骂呢，不是甲你啊，你要内底，你要厝的内底甲迄政府政派人，这个很困难哦，所以要沟通，所以民众对于登革热这种所谓的意识感。这个就是卫生教育最重要。我们防疫人员其实都在做这个，不是只有做这个病媒蚊，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尽责任。或者登革热，说真的，在目前台南我认为他们已经尽到最大的力量，
逐地拢。咱今仔是知影讲，因公布讲，因为这个海岸区吼有这个海沙厝，要等咧拆，内面拢搬了，人拢空厝，所以内面哦蠓仔足济，才知影这个信息啦。讲外头有才上百间呢，哦，敢若废墟安尼哦，才有通钓蠓仔才济啦。但是我头也是问讲，徐老师讲伊爱清气水啊，但是伊废弃物内面，伊嘛会当储存，伊嘛有当大。啊，这伊的生态，伊是咱来了解讲，是顶头有即个土粉啊，吼，蠓仔较爱，还是讲无土粉啊，蠓仔较爱，还是倒一种啊无水啊有水啊清气水、垃圾水，到底是啥物行为安尼？迄个爱清气水啊，因为垃圾水有机质太多哈，表面张力上细，伊个呼吸管透袂出来，所以然后沙文水啊，啥物哈，哦，伊敢若伊个浮潜共款，爱浮潜共款，有个呼吸管，因为那水较漏出来，表面张力较细啊，伊就吐袂起来，而且这不适合白线斑纹、埃及斑纹会引起。所以较清气的水，伊较呼吸管开始造出来。哦，这是一种。啊，若是比如讲咱处理较垃圾，还是讲创个较清气，伊就较无法度活，是倒一种。迄较无关系啊。迄较无关系是水，有水。上重要就是水。对。所以水对蠓仔的这个机制关系，譬如讲头仔老师讲，伊半冬，伊蠓仔卵放半冬，啊，佫有当活。哇，对啊。啊，拄着水就。如拄水逢春啊！入水就变要蠓仔死啊，然后结水伊就变蠓，然后无结水伊就死去啊。哇，这蠓仔实在是，但是这10几年来还是20年来，全球的这蠓仔，像头仔陈老师也讲，美国也有开始有这物件，所以伊即马也变做伊是新移民还是原住民？即摆交通哦，足便利的，足近的。因无人机吼，一工你会去世界所有的所在，你拢会去得到。所以病人的流通就病毒吼，流通就真方便啦。随着旅客就早入来。啊，交通货运济吼，这蠓仔嘛炸，蠓仔炸来炸去。像加州本来讲无这埃及斑纹，啊，我去看迄蚊虫防治局吼，伊带我去看。你唔信我掠互你看，水沟甲会险过啊，佢开拢埃及斑纹。啊，这就是我实在是真好奇呢。伊这坐飞行机到15000英尺呢。啊，伊袂缺氧，伊袂头晕袂。机舱内底就是足正常啊。伊有散数拢袂要紧。袂要紧。现在即摆真侪国家来澳洲，无人机要降落以前，伊拢会喷杀虫剂。旅客伫内底哦，伊就喷杀虫剂来放，所以伊一定有一定的数据哈，讲这飞机的机舱会炸放来，在机舱内底喷油啊。哇，所以但是你老师你上要一个问题就是讲，因咧抗药性，吼，抗药性，到底这个。埃及斑纹甲这个白线斑纹的抗药性是都一个较强，啊，都咱要安全来甲做防治，除了卖水以外，这抗药性就敢若适者生存啦吼，所以蠓仔身体内底有足侪器官吼控制咧，讲比如讲，有的人酒量较好嘛吼，伊就有这氧化酵素、氧化酶、消化酶，消化酶。啊，蠓仔嘛共款，蠓仔皮肤吼，每一只拢无啥共款，有的皮肤啦，蠓仔皮肤吼，药啊有的会烫过，有的烫袂过，啊你那喷药啊，迄烫袂过的蠓仔就活起来，所以古来吼，你粗皮较容易活，对，所以讲这无共款的蠓仔内底有不同的抗药性，有的嗅觉较好，闻到蠓仔水的味就走去啊。用来存活，所以你用药的时吼，爱知影为什么这药啊特别是这？啊，咱处理若是有蝇啊、有蝇啊，还是讲有饲这个猫啊，啊是这个狗啊，
啊，敢通好喷这？我们一直教育哈，喷药一定要净空，不管是饲鱼啊好，饲鸟啊好，饲猫啊好，老人囡仔拢爱出去。哦。喷药以后半点钟以上，上好一点钟。才通入来。通才入来。连饲缸啊饲鱼都唔通哦。唔通，那无你就看我八。这除虫菊哈对鱼就敏感的，你喷落去放啊袂死。但是唔是讲埃及版文，除虫菊精伊是抗原体。有抗药性。抗药性很多个原因啦哈，包括有酵素的啦，有那个神经的。就最武器就对啦。对，神经的传导的信号影响拢无共款啦。它接受器改变，那些蛋白质形状改变，你有就差别落去啊。啊，那有可能用这个生物防治法吗？譬如讲用这个天敌，还是讲用这个，譬如说钢的啦，钢的袂叮人嘛。哦啊，互钢的数目较济，敢有法度？有啊，即摆叫做人伫做啊，世界叫做国家。即摆真侪人咧做。这就是蚊子的基因改造啦。譬如讲，蠓啊，互这寄生虫寄生，有百几啊。寄生以后，也这工的吼，去甲自然界保卫高配，生的卵袂孵出来。不孕。但是你爱放饲足侪工嘿，比如外口有100万只公，你爱饲300、200、300，才会竞争啊。你若饲数目无够，迄无竞争性就是无好。你若一开始要做的时，你就袂使停啊，你就爱直直做落去。啊，无假是效果更加麻烦咯。白做，也很就紧就恢复啊。哦，但是这个唔好。无，其实这个徐教授讲的，这伫孽文拢共款啦，就是把蠓仔的基因，把蠓仔的基因改造，啊去甲伊交配嘛。哦，这就是安尼。但是这个问题，台湾嘛有计划。为服务嘛有咧做，但是这是平时都爱去考虑讲你要做。WHO 伫14个国家做过，哦，确实有效。但是头拄仔徐教授讲一，你要持续，你若无持续，因为这年新加坡嘛做，但是这种两种方法，一种是这种吼，迄个王八旗的蠓仔甲取代，啊，一种就是互蠓仔变少，啊，这成本无共。新加坡是选择互蠓仔变少，结果你看新加坡已经做差不多。15年，但是安尼，无啥有效果。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当然这种防治方法吼，拢有伊的方法，有伊的可能有效。但是你若讲最根本的方法，知心眼你无清楚的时阵，有当时啊，蠓仔实在是变异，实在太紧。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要多管齐下，但是基本上讲到这基因改造，真上慢啦，因为基本疫情起来的时阵已经没问题啦。所以这是中长程计划啦，中长程计划，但是国家要投资啦，真正要投资啦，爱投资做登革热防治啦。李长，你嘛做过这公务人员的首长吼，在恁的立场是防治是一种方式嘛吼，但是这长久的这个研究，你嘛做医学的人。咱应该安怎来正确来认识这个天高节？但是咱过去就感觉，就敢若感冒共款啊。啊，我应不应该？譬如讲，我应不应该即马带阮囝过来验过，讲是毋是天高节？啊，这有意义吗？还是免？咱就爱安怎来观察安尼？普通时是免啦。啊，若伫个流行时间就爱。迄阵我讲过，讲迄个新北市古早是台北县。发生第一例迄个，歹势，我讲深坑啊啦吼，深坑发生第一例，我就讲，即个家户，即个范围100公尺，所有人拢要抽的，因为你八成拢无镜头啊，你知影啥人有啥无，抽的上准啊，抽就知影讲哦，即个人有去传染无啊，好佳在抽起来拢无，我无我就放心，我讲啊，安尼无可能会传出去啊，袂传出去啊。这流行期哦，上严重是知影啥人有啥人无，有的人在预防，莫搁叫蠓仔叮着去传落地。传落去。嘿，所以第一，你若阵有镜头的人，当然爱讲关歹势啦吼，网大家打好势，莫叫蠓仔去叮着吼。你迄个活人迄个无镜头的，无法小无骨头疼，你叫伊去倒咧遐无啥可能嘛。所以叫伊衫穿较重咧吼，尽量莫搁叫蠓仔叮着。无你叫伊秘咧厝拢莫出去，无可能嘛。
啊，所以用讲你莫搁有帮啊定着穿长个衫，哦啊长个裤安尼，啊尽量较莫帮啊定着。啊，剩诶第二方就是讲，要安怎无帮啊，就拄啊教迄方法嘛吼，要安清洁啊，互伊无帮啊，安尼即个两个方法，第一医生要注意，毋是无镜头，就是无登革热。哦，这要注意嘿，好，这要注意讲你爱找出什么人是有登革热，哦，啊，第二就是讲莫去传落第二个人，莫叫帮个定着。第三个是要安怎互帮个减少，拄啊，施老师甲陈教授拢讲过，要安怎互帮个减少活水较无重要，死水爱较注意。是，所以吼，咱看到这个图表吼，顶头讲病病网吼会让家人，这是当然。那这个怀孕呢，还是生产的时阵后垂直传染的哦，后垂直传染的，受感染的血液吼，疏血、器官移植还是会去围着，嘛是有形成为后的传播呢。这个天高节在过去咱台湾敢有这种水，我知影这例子真少呢，在台湾敢有？我较毋捌听过。毋捌听过这嘛？我感觉因为。兹卡病毒开的，因为这吼，之前我毋捌听过吧，啊，我感觉民众嘛，免去想这个，因为这你嘛是无帮甲你嘿，所以同样也是拄老师讲的，就是尤其即摆风台了后，就是恁兜周围即摆爱去先去巡去看有这你无发现的有积水的所在无？啊，确实有一个所在可能爱较注意的是吼，咱台湾人实在太有钱，有的人喺厝买吼拢无咧住，所以其实即个风台了有小可阳台还是有阴吼，还是啥，伊家己嘛唔知哦。我感觉可能有一寡所在，你就变成一个死角，因为无人会去查迄个所在。啊，你也变了起网的所在，这可能咱里长啊是爱去了解，咱这个区还是咱这个里内底有敢有这款的无人住的，啊有可能有积水，尤其是风台了后，可能爱知，这无你安那防嘛无办法。啊，第三我感觉，吼，咱除了讲穿长衣还是讲啥，我感觉适度使用防蚊液啦。对，尤其是这我就下一个问题要甲你问哦，这顶头有写吼，这防蚊液敢有毒？囡仔莫用。也是讲草本的较有效，但是我随时讲吼，要用草本的有当时嘛是用电的。嘿，有个人吼一定感觉讲啊，迄防蚊液啊，又惊讲这上面有敌避啊，你想讲啊，这敌避可能有较毒是毋是？啊，较毒囡仔是莫用。啊，其实吼，拄仔你讲迄咱这天高热，你台湾你看着感觉动静拢是较年岁较大的，可是你来看咱全地球、全世界吼，其实动定的死亡较侪，儿童嘛真侪呢。所以你囡仔，你去选，咱即摆有通过这个产品，有敌避的，也有啥物皮卡利丁对不对？皮卡利丁啦，吼 ，IR3535啦。嘿，就是讲有认证的，即讲有效的，咱爱家己，你若要出去的是啥吼，爱外，而且吼，总讲啊，你为外国转来，你已经知影是你去的是疫区吼，啊，我家己人较慢皮啦。你出国爱这防蚊液爱准备，啊，你转来了后，你有小可无啥爽快，我看你家己嘛爱防蚊液涂一涂去，因为无一定你就是一个镜头无完念。讲即马大概草木皆兵啊。无，本来你就是爱防啊，因为你家己每一个人拢有做啊，伊就拖袂出去啊，这毋是因为毕竟你嘛疫苗无嘛。啊！你疫苗无，你爱等啊！啊，无等进前，咱是毋是囡仔同简单的疫苗就是防蚊啊？是，张老师，这疫苗是安怎在发展？敢有可能性？啊，在未来敢有可能性？是有可能啦，但是登革热疫苗就是面临一个问题，叫做英语叫做 ADE 啦，哦，就是意思讲，咱普通咱若拍疫苗就产生抗体啊，直接就有抗体嘛，就保护嘛。但登革热这个较麻烦就是讲，因为拄啊迄个。李院长嘛有讲到，咱的清道夫，但是啊，你登革热疫苗会去启动着这个清道夫，啊，这个清道夫对家己的免疫系统攻击啊，所以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副作用，迄个就是咱讲的，就是 ADE 啊，所以伫这个所在，登革热一直面临这个问题，一直无法度突破，但所以 WHO 即马嘛是咧想办法讲，是毋是当经过这个 COVID-19 的疫苗，因为 COVID-19 疫苗早期发生的时候，咱嘛是足惊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咱讨论足久的嘛，吼啊，所以后来就无啊，嘛安尼无啊，即马就是登革热利用这个机会，看有法度会发展疫苗，我相信伫未来5年内底是有可能发展出来。是，谢老师吼，上后尾你甲咱做一个小小结论，他说吼，我相信观众朋友啊，袂记吼抄起来吼，咱
处理，你若是爱定爱有爱储水啊，创啥，爱买迄个药啊吼，迄药啊去药房爱叫啥物名？你讲咱观众朋友听。这亚培松，亚培松有机磷杀虫剂，低毒哈。另外是百利普芬。百利普芬，一款昆虫的荷尔蒙，变做变棒，变做幼虫的变做保持幼虫啊，未生啊啦哈，未变棒，没大汉啦哈。另外有一款鸡丁质合成抑制剂，烫皮的时就死啊。就是咱讲2氟龙、3氟龙。2氟龙、3氟龙。2氟龙，主要是2氟龙。2氟龙。2氟龙。那这个是除非你若真正要爱纯粹，你就是爱安尼。啊，上好是用豆料啦，用豆料。